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不是，爷，你看现在是黄昏，应该是倦鸟归林，可是现在群鸟乱飞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埋伏，咱们应该观察一下，再行动。靖王，皇上说的对，我们不可以情急之下乱了方寸。 耶和大人，耶和公子，皇上命我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劳索大人呐。那我们就请吧。走，撤。好险啊！亏了皇儿心细，不然的话，不仅拿不回铜匣，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。要是我们被擒了，这朱明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。唉，康熙现在手上已经有了铜匣和一把金钥匙，如果再让他得到另外2把金钥匙，那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彻底的完了。不但没拿到铜匣和金钥匙，太子也必定落到了他们手里。奕欢，康熙一边让你来劝降我们，一边暗地派人把太子抓走，还派叶氏父子来盗走铜匣，设下埋伏，等待接应。你还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？你还坚信康熙他没有骗你？龙小弟，难道你真的是在骗我们？你只是想要利用我，得到铜匣，再把我们都一网打尽吗？一会儿太皇太后和皇上召见咱们，你尽量少说话，一切由阿玛应对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叶赫大人父子觐见。这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？回太皇太后和皇上，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，不会有假。可取一盆水来，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一旦入水，便如同活了一般。皇上，这叶赫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，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，立了大功了。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！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，能为太皇太后、皇上效力，不求回报。有功不赏，那谁还替朕效命？叶赫那拉明章，朕封你为内阁学士，官从2品。叶赫那拉默生，朕封你为1等侍卫，留侍宫中。谢皇上隆恩。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，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。太皇太后宣答应乌雅如意觐见。臣妾乌雅如意，见过太皇太后，见过皇上。平身吧，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乖孩子，过来，过来。
来，坐在哀家身边来。来，坐在哀家的身边来。来，皇祖母，这位是？她叫吴雅如意，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，也算是叶赫那拉陌生的亲妹妹了。如意今年呢，跟着李易欢一块入的宫。哎，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，不太爱出风头，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嫔界最小的小答应。以后皇上啊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。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，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。从今日起，朕晋吴雅如意为德贵人。谢谢皇上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，李易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李易欢归来之后，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，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，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，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。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。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，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，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。这易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，却并未劝降。不错，李易欢告诉李定国，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，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，二是为了查出内奸。皇上，你赌输了。默生，你怎么搞的？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，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？我甘心为朝廷卖命，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，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。可你如此，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我不明白，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，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？你懂什么？如果易欢劝降成功，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？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？何况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，让我离间皇上和易欢的情感，难道阿玛还敢抗旨？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。不仅如此，让你悄悄抓住朱慈轩关进天牢，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。默生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，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。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，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。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、小师妹了，否则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，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。皇上，皇祖母，孙儿答应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易欢，彻底放下他。但是皇祖母也要答应孙儿，不论任何情况，都要留他一命，不要伤害他。皇上，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？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，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。你等一下。
哎，能让他进去吗？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，江公子。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苗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，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头孙子，这丫头只可生擒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是吧？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。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，原来是世淑姑娘。啊，不对，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，是李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哎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李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，你为什么
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欢姑娘出宫。一定要是在视察，玄烨，你万万不可信我。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大赛，
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统领大人。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。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奴才追出去以后，发现她躺在树下。奴才过去，探了一下她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恕罪，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，怎么了，索大人？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！皇上，慢点儿！
生的爱他的眼。李欢，朕命令你现在就给朕醒过来，醒过来！不然朕就杀了你，朕诛你九族，把你剁成九九八十一块去喂狗！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必须给朕醒过来，然后告诉朕为什么。你骗就骗吧，装就装吧，这回你给朕来真的了啊！你要死也给朕死得远一点，别让朕看见你啊！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朕好欺负，对吧？你觉得朕拿你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毒药了。毒药不是甜的吗？喝的这个不光苦，还很涩。要是毒药的话，还有没有啊？再给我多喝点吧。我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好难受啊！朕就是要你难受，和朕一样。当初发誓说好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到我了吗？朕才没有要见你，是你自己厚着脸硬闯进来，逼朕见你。大师兄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托叶赫大人的福，死不了。这是仙药的伤药，你连续服上个几日，内伤旧伤，应该也就无大碍了。叶赫大人何必破费呢？我一个死囚，喝这么好的伤药，岂不浪费？大师兄，你别恨我，我是没得选。如果我有得选，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。
你现在说这些，还有意义吗？是没有意义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你现在痛苦，是因为小师妹已经不爱你了，可你还可以爱她，而我连爱她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也没有资格去爱她。你怎么会没有资格爱她？易欢现在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她答应皇上，要回去劝降你和师傅们。皇上放她回去了。想不到，她为了康熙，居然做到这个份儿上了。义父和师傅们不可能投降大清，我更不可能。是啊，要我说，欢妹还是太单纯，太幼稚了。她回去发现你失踪了，就回来和皇上要人，皇上不肯见她，她强行闯宫，结果诱发了头痛的隐疾。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皇上抱她回永乐斋，并召集了所有的太医，为她诊治。大师兄，其实皇上很爱小师妹，如果没有了你的存在，想来小师妹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我明白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。叶师弟，易欢在这宫里无亲无故的，又是那样一个性子，就算有康熙的宠爱，也会危机四伏。我死了以后，还望你对易欢多多照顾。你放心吧，你我虽然身份不同，立场各异，可对小师妹的心都是一样的。我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一定会保她周全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还愿意认你这个师弟。你回去之后，是否有履行对朕的承诺，劝降李定国等人？当然。骗子！那晚我跟你回宫以后，你是否履行了对我的承诺，放得住哥哥？当然。骗子！所以，你才会找借口跟我翻脸是吗？朕要和你翻脸，还需要找借口吗？你本就是反党，既然无心归降，那你就是朕的敌人。既然你要自投罗网，那就永远不许离开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待在永乐斋，哪儿也不许去，除了朕，谁也不许见。那你不如把我的双腿砍掉，顺便在那链子把我给锁上，不就行了吗？朕不会再听你的话了。你说的对，朕不再是你的龙小弟，你也不再是朕的老大。朕不会砍了你的双腿，也不会用链子把你锁起来。朕有自己的主意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旨，把整个永乐斋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起来。这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永乐斋，朕会每天给你送各式各样的好吃的，各式各样的华服。你想要什么，
朕都会给你，除了自由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皇上，其实您大可不必把这儿变成您的大鸟笼子。奴婢想过了，只要你能放了奴婢的猪哥哥，奴婢就一辈子陪着你。一辈子在这笼子里坐牢。朕已经说过了，朕没有抓你的猪哥哥，这不是你黄花张嘴就来。皇上不愧是95之尊哦，说句皇恩，脸色不改，都不眨眼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吃你给我的任何美食。只要你不放了我的猪哥哥，你想囚禁我，让我变成你的笼中人，没门儿！李欢，不要挑战朕的耐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赌一把，看谁能赢。皇上吉祥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皇上请坐。听说这个李易欢又闹绝食了。他口口声声说朕抓了朱慈轩，逼朕要人。这个朱慈轩也奇了怪了，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这朱慈轩他没有失踪，他是被关在天牢里了。什么？朱慈轩在天牢里？又是索图背着朕干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妾身冤枉，妾身的叔叔岂敢抗旨欺君呢？皇上，你不要把皇后给吓着了，这跟索图也没关系，是哀家下的懿旨，让叶赫父子去办的。皇祖母，你……皇上，老太婆并不想干政，可是老太婆不能看着你养虎为患。至于这个小丫头李易欢，一个女流之辈，你要留就留着吧。但是这个朱慈轩就不同了，他不仅是文武双全，而且他是前明的太子，身份特殊，哀家断不可留。
皇上吉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在缝什么呢？嫁衣，也是寿衣。那日没能跟朱哥哥拜堂成礼，如果皇上肯恩准我穿着这身嫁衣，跟朱哥哥一起上刑场的话，那奴婢感激不尽。如果皇上不肯恩准的话，那奴婢只能穿着这身嫁衣，去黄泉路上，跟朱哥哥相会，完成那日未完成的婚礼。你这是真跟真犟上了。皇上贵为天子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乃至掌握了世间所有人的生杀大权。不过，皇上，您只能杀了我这个乱党，却不能阻止我这个乱党自杀。朕跟你说过了，朱慈轩不是朕下令抓的，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，是你的叶哥哥执行的，与朕无关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，7日以后，太皇太后就要处决我的朱哥哥。不过我不怨皇上，我的生死跟皇上也没有关系。我只希望我能挨得过这7日，可以跟我的朱哥哥一同共赴黄泉。你为何要如此逼朕？你有没有在乎过朕的心呢？在乎过皇上的心？没有。这次你真的没有骗朕。其实答案根本就不在我的嘴里，而是在皇上的心里。不过我有没有骗你，你有没有骗我，这都不重要了。反正皇上也救不了我，救不了朱哥哥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耶和那拉莫生。这。李欢，7日你可敢在此与你的叶哥哥当面对质？为何不敢？如果证实了皇上冤枉奴婢的话，能否放得住哥哥？一个一心求死的人，没有资格跟朕讨价还价。现在饭吃了再说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朕身边之人你可认得？
认识。此人乃明中国乱党李义欢。现在，当着李义欢的面，你给朕说一句实话：那日在慈宁宫中，你父之言可有欺君？这，若是你现在说出实情，朕还可以戒无不救；若你还想着欺君，那你就是罪加一等。皇上开恩，奴才的阿玛并非有意欺君，只不过因为太皇太后有懿旨，所以奴才的阿玛才不得不隐瞒实情。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给朕听听。奴才遵旨。那日，李义欢回到乱党蜗居点，找到了奴才，并且揭穿了奴才乃朝廷密探的身份。不过义欢说，他曾经承诺过皇上要劝降李定国等人，所以同我约定，暂时先不揭穿我。奴才的阿玛并不相信义欢，所以命奴才盯着李义欢和李定国的谈话，他自己好去寻找机会盗取铜匣。等奴才进入到山庄大厅以后，听到。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啊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混账！你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上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大半年里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靖王，靖王，不要！当时李定国十分愤怒，差点就要杀了义欢。至于后来奴才父子身份的暴露，其实也是因为樊篱根据过往之事加以推敲，与李义欢并无关系。欢儿，是朕错怪了你。朕曾经说过，我们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依，也永不相害，是朕没有做的。皇上，您既然已经相信我没有负你，那你也不能负我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肯留下来陪你，你就会放了朱哥哥。欢儿，此事你得容朕再想想办法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？怎么了？不是头疼，是我心好疼，好像针扎一样。花儿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皇上，环姑娘这病十分的凶险，可又十分的蹊跷，倒不像是病，像是被人做了手脚。一群废物！你倒是给朕说清楚，他被人动了什么手脚？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判断好像是受了一种外伤，可是臣判断不出他伤在何处。此症无药可医，臣该死。听你的意思，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是吗？臣无能，臣该死。皇上，奴才也略懂医术，可否让奴才一试？穆生，你要是能把他救醒，那朕就赦了你们父子的欺君之罪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但从脉象来看，确实是查不出伤在何处。不过方才奴才用内力
顺着他的气血寻找了一圈，才发现了端倪。他伤在何处？回皇上，他是被人从胸前的膻中穴注入了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。这枚银针顺着气血在他的体内游走，如果稍有不慎进入心脏或者大脑，恐怕他就会当场毙命。寻常仵作是查不出死因的，多半都会以为是暴病而亡。对了，他在晕倒之前说他心口疼，应该就是因为那根银针卡在了胸前某个要害之处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过要找一个内力极强的内家高手，用内力顺着气血经脉，把那根银针逼回到胸前的膻中穴，然后再给逼出来。不过这种方法极为凶险，因为人体内的血脉粗细不一，百折千回。如果稍有不慎，那根银针就会顺着气血进入心脏或者大脑，那一换就……而且这期间过程极为凶险。就算最后成功把银针逼出了，那施救者也很可能因为内力丧失过多，变成一个废人。皇上，这等内力高手十分罕见呐！既然是好不容易练出的内力，又岂肯耗给他人呢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王生，你马上给我召集宫里所有的侍卫，挑选内家高手。皇上不可，易欢不是寻常女子，她自幼习武，多少也有些内力。这施救者还必须与她习的是同门的功夫，否则施救者的内力会与易欢的内力相排斥，情况恐怕会更加危险。王生，你也是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跟易欢学的是同门的功夫，你也算是个内家高手，你可愿意为易欢牺牲？皇上，奴才的命都是你的，又怎会吝啬这些内力呢？只不过奴才虽自小跟易欢长大，习的也确实是同门功夫，但奴才私下里还习了阿玛祖传的家传内功，所以奴才的内功与易欢也并非完全同路。这么说，连你也没有办法了。奴才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另有一人，同易欢习的也是同门内功，并且他的武功还远在奴才之上。只不过什么呀？他是谁？你快说！只不过那人现在在天牢里，而且7日之后就要被处决了。朱思轩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多谢关心，已无大碍。你知道今日朕为何前来吗？如果你是来劝降的，那我劝你不必白费口舌了。如果你是来送我上路的，那我只有一句话，请你好好待易欢，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对他的感情变了，也请你放他出宫，给他一条生路。你待易欢，倒真是用情至深，也不忘他2度闯宫，求朕救你。朕今日来，既不是来劝降你，也不是送你上路，只要带你去见见易欢。你居然肯让我见易欢？老实说，易欢对你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愫。朕并不想让你们俩见面，但是他现在受伤了，受了一种很奇怪的外伤，十分危急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也许只有你能救他。易欢现在怎么样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朕会带你去见他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明白：就算你救了易欢，朕也无法违抗太皇太后的旨意赦免你，你依旧要死。你以为我会用易欢的命谈条件吗？那你妹妹也太小看我和我对易欢的感情了。好，希望朕没有看错。其实，你大可不必如此小心。易欢还在你手上，你就算要放了我，我也不会走的。
如果易欢那日跟你成亲，你的这番话，朕是相信的。但是易欢那日抛弃了你，跟朕走，朕也是一个男人。朕不知道在你的心里，现在究竟是爱他多一点，还是恨他多一点。看来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朕曾经自以为很了解你，欣赏你，甚至相信你。可结果呢？曾经我和你一样，要的是千秋大业，自然会不拘小爱。但心里，我也和你一样，都有自己放不下的人。好，易欢终于有救了，还不快走！怎么样？你可有把握？若在以往，我有70%把握，可如今我重伤未愈，只剩下了5成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治好你的伤？朕宫里的灵丹妙药随便你用。来不及了，银针随时可能顺着他的血脉进入心脏或者脑中，已经等不及我慢慢养好伤了。皇上，他重伤未愈，便为易欢疗伤，已经不仅仅是冒着内力全失变成废人的风险，可谓是九死一生。祝子轩，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朕知道是什么条件，朕答应你，只要你救醒了易欢，朕饶你不死。太皇太后那边，朕会帮你求情。你错了，你不必帮我求情。我的条件是，你一定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，杀了他。朕也想找出这个人，把他碎尸万段。可问题是，朕连易欢什么时候中的暗算都不知道，朕怎么查呀？易欢虽然武功低微，但不会连人往他穴道里注入银针都不知道。这只能说明，当时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，所以才会着了人的暗算。你不妨仔细想想，近日他可有隐疾发作，陷入昏迷之时？去把那日易欢闯宫突发隐疾之后，把她嫁出去的那几个侍卫统统拿下。这，慢着，先别着急抓人，查明他们的身份和幕后的关系。注意，行事要隐秘，不要走漏风声。奴才遵旨。那些侍卫都是跟随已久的心腹。很清楚你对易欢的感情，在未获你的明旨之前，如何敢轻易暗算易欢？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人指使。朕明白，待朕查明真相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也为易欢免除这个后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此番施救，已是九死一生，纵然侥幸活下来，太皇太后也会处死我。到时候，我再也没有能力保护易欢了。玄烨，答应我，好好保护易欢。如果有一天你对他变心了，也请你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走了。好，朕答应你。那好，我现在可以放心的施救了。皇上，此人武功极高，若打开他的镣铐，恐怕会危及到皇上圣安，还是请皇上先行离开。能让你如此谨慎，我朱慈轩虽败犹荣。朕不受你的计较，
朕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更相信你对易欢的感情。马上打开镣铐，不得有误。这。